这个是新的歌曲，它对我来说是新的啊，没听过的都新。黄金在休息，他穿的有点厚，有点热。出来了。这个是老板，这是。这个时候，什么东西？这是，哎呦，这东西。你刚下飞机吧？这是。这刚刚下飞机吗？刚刚下飞机吗？这是转机过来的。你看这两个来了。家人们好，去这儿。我把这个线有点干扰我啊，这有行程有改变哦。等一下我要走回去，我要找点这边里面有跳舞的。我车子修好了，那叫我去拿车子，叫我拿车，然后我等有可能提前回去。那么5点钟嘛，2点到5点钟，那应该现在几点？4点半，哇塞，5点钟。那拍不了了，他6点钟关门，哈哈。
你只路森巴吉拉吉，不卡里线垃圾一直打。呀多的感激不能做，这大梦这个帮垃圾，帮自己多差总多，我不懂嘛怎个有弄的。这是阿英。俱乐部。王青都换了衣服了。东。
Translator is so good. No problem. Sometimes I need a Google Translator. 好，我们就是把他关注了，然后每天看他每一天都在看我那个抖音。我本来抖音没有什么本事啊，因为抖音这一些，有就发吧，反正，所以我发了几个地方。这个叫阿姨嘛，她有抖音。不用，这个防水的，随便用。啊，就有点重，加上去6、7斤吧，6、7斤左右。回到山里了吧？这个新锅啊，我觉得挺。Thank you very much. Nice to be guy. 所以等一下我问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哦？这个叫阿英，我知道。这个我不知道是谁，这个我问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他拍摄就不用问了。哦，这看到他的抖音，是不是安抖的？我知道。这个远处看有点像拉出，因为他穿着和拉出戴帽子嘛，都差不多。但仔细看，长相是肯定不一样的。这个蜂蜜是有老板，
6分半7平米。7有点吃。没限制啊，没有限制啊，没有。这边距离成都30里。境外 air for 30 kilometers. Air have one bus through like Guangdong. 藏枪影像吧。这个在斯拉车，徐墩在后面。哎，徐墩在直播，哈哈。徐墩在直播，没跳。今天要跳舞啊！今天不下雨的话会跳，大概的话看那个天应该今晚上会跳舞，应该会跳。
是每天都有，他这边做生意的，他是一个相当于在成都应该叫农家乐那种形式，就是可以在里面消费嘛，然后你好像一个人几十块钱吧，一天2顿吧，吃饭那些款，跳舞、唱歌、喝水，还有零食，好像一个人几十块钱，不到100吧，人都多一天。他就是住宿啊，倒没有住宿，没有餐饮、休闲的。
这个肯定杀错了。玩的好的，他自己一个人到成都嘛，那些没来嘛，俺都奔成都又不远，不见面的。这是阿英另外一个叫罗吉，回到澳子那个家的嫂子，罗吉没来，但是没在。我刚刚问了。这个脸有点瘦，那个就是另外没戴帽子的，拍了比较久。这个就是罗吉，这个叫罗吉。和阿英他们是一家人，没有活动队，没有团队。
喜欢跳舞。卡卡，这个他们是另外一个服装队的，跳得好的。哇塞，雨下大了，感觉下密密麻麻的。等会儿我要回去取车了，车子修好了。这么快动走，我以为明天后天才拿。成都有会见嘛？会见到现在不看。哇，连唱了。他们穿鞋子太高了，这个场地太湿了，就跳不起来，不能放开了跳，只能做一些基础动作吧。男的穿那个不一样，穿平底鞋可以，地面穿高跟鞋站不稳。这个随时在换。这个连唱4分半。
这跳的舒服，下雨毛毛雨，夏天就要降温。这跳了，这个也跳了呢，他没跳的，这里排刚刚才加入的。这两个是穿开裆裤的，基本上可以这么说，基本上一个在那儿，另外一个就在那儿。只是晚上跳舞的时候，有可能一个在境外，一个在罗马，他们两个要霸占这两个地方，一人在一个地方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在境外就可以了。这曲子儿，之前是境外，罗马跳一会儿，境外跳一会儿。前段时间回去挖虫草去了，放牛，看他直播了的，这个我不是乱说啊。他是真的回去，在他们家那草原上放牦牛、挖虫草，反正都，你们都觉得不可能吧？长这么漂亮的，是吧？这个天跳的还可以哦，就是女孩子不要穿高跟鞋，这个地面比较湿比较滑，动作时常开，要么就跳那种比较，就是不是这么激烈的舞，下毛毛雨嘛，然后跳起来稍微有一点凉，还可以凉快，很凉快，温度还可以25、6度，但跳起来很凉快的。我们都是淋着雨，地面看你看不到，反正是淋着雨的小雨。这个是乾隆的那个露露，看是不是？
看的一模一样的。还有我那个拿错嘛，每天晚上跳785那些玉树那个，穿一模一样的。哎，王青又把衣服穿上了，他之前穿便装的，穿了便装，他现在又穿上，是不是要跳一下吧？5点半了，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下，我联系一下我那个朋友，他把车给修好了。只能收2个人，向中间站嘛。不行，这个站太开了，只能坐2个人，只能坐2个。要么找大厨，要么就找白我。这2个人2块钱，但是直播的话可以收完，但我相机只收2个。另外一个电影模式只收2个。站近一点好一点，对。危险哦，但是动作有点大，就地面有点湿，有点滑，地面有点滑，有点滑。幸好在哪里？挺好。在这里。当上，对不对？
赵州全部都耍手机，老有赵。强子的朋友，哪啊？你是强子朋友？不知道啊。都在玩手机，所以有掌声呢。吃手机丢地下，甩手机可以。单独表演啊？身在哪里？当时的。谢谢送的人气。其实有什么规定？对吗？好像没人看。